往来切细地，家己酿甲汤，烧落来将黄豆酱家己灌啊铺底，佮甲往来放入去，放到8分满，安尼一罐黄豆往来酱就完成咯。足欢喜的啊，做好食的啊，所以爱尽量啊，咱来推，往来是一最好的物件。这次能够来学习这个的话，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家的厨房上，可以做往来空回锅。这是我们私房的料理，但是我们都是在超市买。但是我们这次能够学习到这个，以后我们可以自主做，可以煮往来空回锅。耶！仁德区农会为着推广优质的往来，伫三甲社区举办食农教育体验活动，由专业老师教大家如何挑选往来以及往来好处，最后让大家家己手做往来料理，现场相当热烈。今天是我们的第2场，我们第1场在4月27的时候，刚好配合我们的小农市集有先做促销的活动。那我们今天就做体验食农教育的部分啊，因为我们的促销现在外面的凤梨价格都起来了，就一般消费者也在反映那个凤梨的价格都提高了。非常感谢今天来参与的民众非常踊跃，我们大概有100位的民众我们提供他来做我们今天 DIY， 有印凤梨，还有品尝我们的凤梨料理。仁德区农会透过小农市集、食农教育活动的举办，成功将往来行销出去，唔仅增加农民的收入，也让民众以行动支持在地农产。台南新闻杨春怀采访报道。